俗语讲了好。来，我。你即马是着啊袂啦讲到你这科吼，实在真无效啦！当一个大学毕业生啦，规工安尼弄榴莲啦，趁钱也趁无啊，废物！真正是哦，顶解，佮讲你钓虾啊真牛，好讲你钓起来的虾啊吼，绝对去比迄马虾啊较会好。即马咧，哼！对诶，敢食有够，食都食袂饱啦，废物啦！真正是。我讲你这个查某啊，你规工在遐叫，你嘛不甲拜托讲什么废物啦？你啊伫遮，你照一下面的好无？安怎啦？生个亲像田猪共款。什么是田猪？田猪的迄个。田狗啊，共款。迄叫做参甲啊啦，手指啦，手指啊！我虾一钓起来，就互你合意啊！真妖啊！你毋是讲要钓互我食？钓规工，我一尾拢无食到，你敢讲我？你较像废物啦哦！你吼真正是真奇怪的。好嘞，你家己袂晓钓过安尼？这对夫妻啊，拜托你莫冤家好无？哇，恁安尼规工到底是钓几尾啊？几只啊？3只尔。袂。哦，3只奇怪。3只。阮只虾啊，都拢照高价的，哪个人家敢若钓3只尔？看到人客老师，就是我上大的快乐啦！欢迎你以后定定来阮遮钓虾啊！吼，我互恁钓甲爽，食甲爽啊！我钓，迄落Michael 啊吼，迄落今仔日足欢喜的，当甲伊钓吼啊！迄落铁拄仔伫这个水内底过了好无？啊，等下就会当开烘，吼烘来食，安尼袂歹。烘恁老师烤好大水饺啦！钓虾啊，钓虾啊，你无代志，甲虾啊抬杠就要创啥话？咱是罗麻呢。老大毋是啊，人讲钓虾啊爱该护命，该讲话伊就要讲教。恁老师烤好的大水饺，我是罗麻，你惊虾啊？无，即只你用，即只互你用。好啊，惊啥 ？Michael， 你好。我是感觉哦，咱继续钓虾啊，无吼。钓虾啊！钓虾啊！无吼，头家唔知三旬会放虾啊。欢迎光临，哈哈，来，这里哈。水哦。各位人客，我来隆重甲你介绍，今仔阮钓虾场来一位贵宾。因讲是咱钓虾界乔老师。乔老师。欧柔小姐，我知影我你啊，刚刚听过呢。功夫啊非常厉害，伊钓竿咧起来，咻一只，底下内底虾啊拢跳对面，直接跳入伊的底下内底。我意思是讲，开始恁也免去钓啊，因为虾啊直接用尾较紧，来为大家介绍吼，感谢。无啊，头家嘛你讲安尼，我会歹势。免歹势，你今仔日来吼啊，真正拄好，来我这电话心情较好，特别给你安排一个 special 位 ，VIP 不 VVIP，大家坐，来，每一只虾啊，拢真正高水甲会食果啊啦，吼，你若是假的吼，会使钓倒去吼，来啊，坐，我跟你讲，钓到工的，我送你买，我钓到买，我就送你工的，互你啊，等于互拍钱。更好，感谢头家。免客气，来，尽量。拍箭哦，哇！翁你甲看啦，这头家偌好咧，钓着某个送工的，转去会用拍奖呢。你嘛较冷静啊！你想要食虾啊，还是想要拍箭啊？我等你钓袂到虾啊，我啊佮钓袂到，我互你拍个钟歪啦哦。知就好啦，较紧。这位姑娘啊，根据我的研究，根据我的调查，讲恁2分钟就当钓只虾啊，你知道啥物情无半只呢？空呢？啊，无水伤清啊。最伤清？迄虾啊，敢若无穿衫诶。无你敢有看过迄无穿衫食饭？我想要讲。你这么是你甲我招了？我无穿衫食饭。好啦，你加油哈！莫闹气，你尽量无穿衫食饭诶哈。
阿弥陀佛。恰恰哎呦哎呦，这位导，不，这位师傅吼，请问你应该不是在咧钓虾啦这咯？画的呢？哎呀，在下发号，钓无，喂，实则不能瞒。是摸只摸不熟，很正水。其实我是来钓虾啊。出家人钓虾，这恁有所不知啊，其实钓虾啊，嘛是一种修行，一种修炼。所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。我有自备钓竿。喂，后边恁遮虾有好加无？哦，对加无啦。林伯安尼生目睭好，白头一摆看出家师傅要来钓虾啊。好啦，阿弥陀佛啦吼。是。啊，所以你唔想食菜，我钓虾啊，无食虾啊。啊你喂好喂你家喙着，是。小等一下哦。哎呦，你个都个摕到惊哦。哎呦，哎，这个风我雨拢看无。就是这。伊在创啥？哎，这块树高劲哦。哎呦，哦，佫会看风水有呢。算过的呢？对哦，看过的哦。无唔对。哎喂，哎，哎，是的，我食菜免紧张。啊，钓无啊，拢无虾啊。这才讲。那有可能无虾啊？你这虾哎啊哦，虾来来加了加了，帮我加了。哦哟哦。来，各位亲爱的这个顾客，大家好，今仔都本店开幕10周年的日子，要举办一个特别的活动，是要邀请咱这钓虾界女神的这个宇柔来，甲咱介绍来，请。哎呦，哦，就是呢，我这边会当抽签，啊，若是恁抽到指定钓虾的方式，会签钓到上济虾的人的对，嘿， 3分钟。嘿3分钟。会当，钓上济会当得到奖金10万块，一个有无？啊，个免费加送10斤的虾啊！加够有力啊！假赞。啊，反正女神讲我拢搞不清楚啦吼。伊意思是讲抽到啥利用什么姿势来钓虾啊？啊，钓第一名的人呢，好啊，会当搁安尼钓到你讲10万块的奖金，另外搁送10斤的虾啊。哎呦，安尼我拍开咯吼。就看你这做事到底是用什么姿势来钓虾啊？水某的来，咱看者。先生，啊，心头啊，叶钓竿，哈哈。啊，你家吹啦吼。哦，来，标了。来，你来嘛，你来嘛。我俩好，我运气一直都无好，这边那练。贵人卡，过来他入，叶钓竿，啊，贵人卡。皮姐有抄不？哎，你就是虽然你是无要食虾啊，但是你嘛是爱看你摕到什么物件吼。啊，喙夹钓竿，来请，啊看你用啥吼？因为你是算讲功夫上好，应该什么款物件拢靠你袂到。来，能个哎，能无啦，哥啊钓竿，无人咧请教的，哎，嘿，偷食无啦。无我靠实力的人诶。能哥啊钓竿，能哥啊钓竿，看你在钓偌济吼。啊来，大家拼落去哦，拼！哎，阿弥陀佛。加油！嘿，这只多谢。请救命！嘿 ，Jennifer，哎，什么？查理，哎，来，给他 Come on Jackson，来了，计划的来哦，叫英文名啊！哦，英文名哦，Hello，come，来哦，进来哦，我卡好大水饺，来，救虾啊！来，嘟嘟丁，带来放假啊哈，嘎，来，你是冲嘎，哇，现在15号哦，我看师傅秀虎啊，水咧钓虾啊。好可怜，这边咧烧饼，这边用卡镜头慢嘅咧用钓。嘴嘎呢？各位，咱大家有注意看无？大家人拢用尽办法，啊，有咧掠零嘅，有咧创啥物？当然，咱这女神宇柔啊，一个人上届老是咧钓虾，其他的人拢是为着10万块伫咧出怪招。
这种的情形啊，有两句俗语会当形容。第一句叫做魔王嫁查某囝，第二句叫做土地婆嫁予上帝公。进来加。 Michael， 进来 Jennifer， ，Michael， don't be shy，don't be shy，come to eat。来吃。我们进。停，时间到。来调。来调。我要丢筋啊！战胜魔王嫁查某囝，请举手。来，恁两个出家师傅举错位。疏忽参疏忽啦。疏忽参疏忽。上次为何是魔王嫁查某囝呢？是咯阿婆。这两句听起来哦，我是感觉是魔王嫁查某囝，听起来敢若是伊一个人最欢喜，啊，不过因查某囝要经啥物红赛，大家拢足惊的，是，就是一个人欢喜，其他的人拢咧遐足惊的，安尼迄种感觉。所以其他人一定是经土地婆嫁予上帝公，为咩个？我是感觉讲土地婆毋是管就民间嘛，上帝讲是面顶嘛，对。伊嫁互伊，是毋是伊就变面顶的神？安尼就是真紧就去，就是无用啥物方法，干那嫁互伊就变天顶的神啊！我一句成语，你是毋是要讲一步登天？是，对，就是就嫁互伊就去哩啊，去我哩。跟你讲，听伊对伊就对啊。这个感觉哦，一步登天我的。唔知哈。来，老师请解答。第一句魔王嫁查某囝，魔王是专门伊嘛算鬼魂，所以管的下骹拢嘛是一寡妖魔鬼怪，所以魔王嫁查某囝，伊的对象嘛可能是一寡妖怪，所以嫁查某囝毋是鬼就是怪，所以嫁鬼无嫁怪，啊音作话啥话？嫁鬼嫁怪，啊若土地婆嫁予上帝公头啊硬啊讲啊做伙就是一步登天。哦，真的是啊，碰哥是咧讲因咧钓迄个招数都奇奇怪怪吼，所以应该是魔王嫁查某囝，嫁鬼嫁怪。阿弥陀佛。哎呦，叫伊两个师傅呢，有师傅加持，果然无共款。好，感谢老师来拍鼓励，谢谢。来，请大家继续钓鱼啊！好，钓偌济拢算这种单位鱼，尽量钓。伫钓鱼啊过程当中，感谢大家收看后回，请继续来欣赏来画山画水画玲珑。来，钓落。来，你真正，大只的呢。看，那个真的厉害呢，高手，要我考是讲要用背挂，敢嘛是拢无。哦，真正女神是做假的呢。爱用高的啊，你用当挂迄啊，挂黑笔，哦，挂黑笔试看卖，无得开叶高。哦，该食较粗虾啊，的佮食虾比。系啊，伊是杂食性动物，哦杂不要杂食性啊。杂食性。那我的脚皮它吃吗？你看它吃了，脚皮下去掉。伊在夹，你看。哦，有看你哦。真的呢。Sorry，这位师叔，这不是你的 YT 频道。献出欢迎。你该看到人骂，敢才讲水的啦。阿弥陀，献出欢迎。这里师傅，这里师傅边献出欢迎。